傳承中醫精髓，守護健康20年。不孕症以辨證論治為核心，針對腎陰不足、腎陽虛虛、痰濕阻滯、淤血內停同埋濕熱鬱結，以及氣血虛虛等症型，採取針灸同埋藥物嘅協同干預。腎陰虛者，包公失孕，取太溪、照海、滋陰填精，配合坐居丸。腎陽虛咧，溫煦無力，咁我哋可以救命門、關元以壯陽，佐以右歸丸。痰濕阻絡者，包脈壅濕，我哋針刺豐隆、陰陵泉、化濕利濕，配伍蒼附倒痰丸。淤血治到包絡不通，我哋可以針刺血海、三陰交、活血通絡，聯合少腹做乳湯。濕熱下注，我哋取曲骨、利溝、清熱利濕，輔以4妙丸加鉀。氣血雙虛者，我哋補足三里氣血，培元固本，合用八珍湯嚟調養氣血。治療中注重標本兼治，痰濕、淤血、濕熱等濕邪，我哋先驅邪通絡；腎虛、氣血虛，我哋就後期培補根本。針灸通過調節衝任二脈，改善生殖軸嘅功能；中藥則針對性嘅調和臟腑陰陽。我哋強調個體化嘅配穴，譬如排卵障礙，我哋會加持排卵穴；黃體功能不足，我哋會重救腎腧，體現辨證取穴、真藥互補嘅特色思想。逢九國醫館20年匠心傳承，為你同家人嘅健康保駕護航。